欢迎收听11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尼希米记5章1到5节，难题中的出路，寻求理解。生活中遇见难题是常有的事，然而在难题当中寻求理解，却是我们解决难题的开始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非常重要的关键领袖亚伯拉罕·林肯，他就曾说过，当我准备劝服某人的时候，我会用1/3的时间想想自己即将说的话，另外2/3的时间我会用来想想对方，想想他将会说的话。当人们在难题中听见彼此真实的需要，我所做的决定将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，当尼希米面对这些外在仇敌的攻击时，同时也有内患、内忧产生。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平民百姓的民生问题，真的是相当棘手，也非常急迫的需要被处理、被解决。在这其中，有一些弟兄姐妹，这些平民百姓，因着经济的压力，典当他们的土地、房产、葡萄园，甚至把儿女卖成奴仆。在这些问题当中，其实不是尼希米回来才遇到这样的事，而是因着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城墙的过程中，而彰显出这些过去一直存在却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。然而在这其中，尼希米他首先做的是寻求理解。原来在这里面会有这些弟兄姐妹的抱怨跟回应，是因为在这其中的群体，有一些人是为人打工，以此赚取食物来糊口的。有一些人他是拥有土地，但是却因着这个税务或是粮食的需要，一步一步的把土地给典当了。还有就是在这其中有这些比较穷困的家庭，迫于无奈，只好把儿女卖给了别人，成为仆人使女。在这其中，我们看见这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，也是人性里面那个不属神的恶存在的问题。当时的波斯帝国其实虽然是怀柔政策却是很有名的以课重税来著称。然而在这其中，原来是发生了这些事。尼希米听见这些百姓，听见这些弟兄姐妹在这里痛苦的寻求，痛苦的表达自己的情况。我们明天将会知道他会怎么做。而今天我们的重点在于，当我们发现正在经历这些难题的时候，我们是那个急着想要解决事情，还是愿意在其中理解？特别是在群体中，我们是愿意理解需要的人吗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其实很回应尼希米第1章，当他被上主感动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做的祷告。他说，上主也是今天金句RPG 祷告的经文哦。上主我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，请眷顾我，听我的祷告。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，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。在这里他很明确地表达出什么原因
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积弱不振，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。犯了什么罪？直到我们读到第5章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们看见，在这群体当中，结构性的不公义、个人性的不公义，整个造成了群体性的不公义，甚至群体性的毁坏。然而当尼希米他第一个先来到主面前来认罪的时候，不只是为自己而认，而是为他所认同的同胞祖先来到主的面前认罪。主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然而我们是那个愿意听，不管是听这些平民百姓的声音，还是听上主对我们说话的声音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，在眼前的难题，是不是还有我不理解、没发现的关键原因？恳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主感动提醒我的心，让我在面对难题的时候，我首先是愿意向主敞开，并且按着主的心意寻求人跟人、人跟大自然、人跟这个社会的理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掌管万有。当我们遇见难题真实在我们的群体中发生的时候，恳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开阔的心，能够在当中先理解这其中的原因，让我们真实的来找到那阻碍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成长的关键原因。也恳求主你挪去这一切不属神的思想、意念、做法、作为，让我们每一次在挑战甚至难题当中，我们每一次都经历你恩典够用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能够认识人，能够理解人，这些智慧都是从你来的。愿你的儿女，愿相信你的人来经历在这理解当中。主啊，你深深的同理我们的心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与我们同行。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在难题的一开始是要寻求理解，尼希米寻求理解，认识整个耶路撒冷的景况，让他带领百姓有效率的、有感动的一起来重建城墙。如今遇到内忧，遇到百姓本身的需要，他也愿意先寻求理解。当我们开始寻求理解，我们真的会经历很不一样的结果哦。而这个结果是从上主而来。愿上主赐福你，让你经历他与你同在，他同理共情你的心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